再来看花莲哦，那透风落雨，各地单位讲是那，伫吉安乡哦，一间铁厝工厂早起嘛，可能是因为单位讲导火，是有3个人送病院，导火原因哦，爱过来厘清。另外，马太安溪水头的崩山湖，因为雨是落甲真大哦，即马水嘛已经填出来了，加在伫水尾地区嘛已经先疏散超过8000个人。港大花家沙伫花莲影响继续扩大啊，透早的雷雨，也亲像隔着吉安乡一间家具铁片工厂，随着导火呛烟，出来有3个人，雨烟砸着箱救出来了后，送医治疗。那2楼有看到那个有一个火线打下来的，有一条红色的线打下来。直接看到大火了。村长刚才也是说有看到那个嘛？我有看到啊，下去炸一下，然后没有差不多1分钟就开始冒烟啦。马滩溪两北两端全线封闭。会高于肯定有可能高于马太安溪桥吧，出现应该是极端的那个状况，有可能就会遇过了。1837户数的里面的8500多人，其中大部分是用垂直避难的方式，就是移往2、3楼去。那另外一大部分是用依亲的方式，那少部分是用到安置。我们也要持续注意，议题是只带来水流，或者会带来土石流。另外，往北的苏花公路伫总德管制站，就会当看到边仔山顶的雨水水墙壁落来，内部159.4公里到162.8公里，会德崩坑南口也有真侪土石流。为着安全考量，23早起9点起，采取基础无特别管制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